係㗎咋。最近咧，我喺 Threads 上面咧就見到有人問點為之香港裝，有冇人解釋下？我就覺得香港裝係有幾個重點嘅。我呢個年代90後，今日就嚟 recreate 翻我心目中嘅香港裝係點啦。Let's go！我已經化咗底妝㗎，所以直接由眉毛開始。香港人咧好多人都係冇咗眉，所以佢哋好少畫無流感嘅眉毛，畫翻條冇眉感嘅眉毛先。通常咧都會將條眉毛顏色咧畫到好實，可能係習慣咗填滿個眉毛，非常之實，大概係咁樣。跟住你就嚟化眼妝啦。我覺得香港妝有兩個眼妝上面好重要嘅重點啦。第一個咧會將個雙皮位咧油到勁深色，另外一個 signature 嘅位咧，佢通常個臥蠶都係古銅色，主要係超級明顯嗰隻。眼影大概就係咁啦。眼線咧同埋睫毛咧，我覺得都係冇乜特別嘅。眼睫毛咧通常都比較濃，因為多咗種眼睫毛，所以佢哋眼睫毛都係偏比較濃少少。我揾咗勁耐先揾到有咁濃嘅眼睫毛，最後就加埋個胭脂同埋個嘴仔啦。我哋胭脂咧同埋嘴仔通常都係用乾燥玫瑰色，佢哋好少用粉粉紫紫嘅色。胭脂咧佢哋好少就會疊加幾隻顏色，通常就係一隻顏色搞掂晒。我漏咗 highlight 同埋 contouring，而家就係用米色嘅，都係最一般嘅 contouring 同埋最一般嘅 highlight 手法，最傳統嗰啲 highlight。跟住呢個就係我認為最 typical 嘅香港妝啦，我諗應該係廿尾30頭嘅香港女仔 in general 都係呢一個妝喺我心裏邊。你哋覺得有冇香港女仔妝嘅 vibe 同我平時化嘅好唔一樣呢？係咪？後面留言話俾我知啊！